得要满30年的天后李玟常常来过往，是互华人的艺界甲歌坛拢非常的着惊，包括着台湾、香港甲中国各地好朋友，拢发文章甲悼念。李玟过去嘛，因为演唱导演李安《卧虎藏龙》的片尾曲，将做第一个伫奥斯卡的颁奖典礼演出的华人歌手。昨暝李安嘛透过助理来回应，讲伊听到李玟的消息真着惊，嘛回忆到李玟当年登台进前捌讲我要拼命唱。李安讲李玟是一个开朗可爱的查囡仔。唱红真侪经典的歌曲，Coco 李玟过身的消息一出来，互各界拢真着惊，真侪艺人嘛拢伫咧因的社群媒体发文章来哀悼。艺人小 S 伫咧面册顶悬写讲：“我永远袂将你的笑容、歌声甲舞蹈放袂记，你是上谦虚的天才。”宋慧华嘛发文章来哀悼，司机是讲希望天长拢无痛苦。演艺界歌坛、台湾、香港甲中国的好朋友拢伫咧社群媒体上来发文章，只不过美声歌后周慧文章却引发着争议。发文章讲，原本掠准最近发生遮尔侪代志，无啥物代志会当甲我吓惊着，也毋过Coco你做甲到我。虽然是想要哀悼好朋友，也毋过即句你做甲到我，互网友感觉无啥适合。高反正了后，周慧嘛发现无啥妥当，马上修改文章，对李玟的离开有原感觉真毋甘。抛出李玟过身进前含家己翕的跳舞的影片，前 EXO 的成员张艺兴唔敢相信一代天后就安尼来过身。李玟雄雄过往的消息，互演艺界插一条，真侪明星拢出声来甲哀悼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